伫咧新竹的宝山乡有一个专门做好炭的炭窑，目前是北台湾唯一保存传统烧炭所在。对准备材料到烧出来，差不多要开3个月时间。也因为这产量是真有限，烧出来传统好炭，真侪人3钱袂买。来到炭窑附近，就闻到当咧烧炭的味。师傅先甲准备要烧的柴烤拔好势，再来送入去800瓦度的炭窑内底。一摆烧落去到出窑，就开3个月左右，过程真正辛苦。开始早上5点烧的嘛。哦。你看今天几号啊？今天是第8天，我是满了1天我才画1天。民国70年在现在这个原址有一个窑，然后88年的时候塌掉了，然后93年我又把它盖这个窑，一直烧到现在。为着保持炭窑温度，烧炭的过程无论早暗，就算3更半暝，师傅嘛得爱准时起床加火。3万斤的柴烤烧出来火炭，敢若剩6000斤。有料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啊！哎呀，不然花那么多钱，花那么多精神，让它塌掉也是很可惜呀。会不会有人想要来跟你学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除非跟我一样秀逗的。即摆用传统炭窑烧火炭愈来愈少。师傅讲，华语的炭掺台语的趁钱的炭，点起来真烧香。伊所烧出来的火炭，嘛确实有真侪人抢要买。希望会当甲这项技术传承落去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